佢做咩嘅？拖出口，佢做咩嘅？寄宿特幫我做記者咯。寄宿做記者。我當18歲就去做記者。哇，ค่ะ18歲直接做到去呢只正式拖出報社。報社，你有解報社出在有到嗎？名咩嘅？去阿沙力王水關去採訪咯。佢會講咗係光華日報。光華日報，我捌聽過。哦。光華日報。光華日報，我直寫咧企喺報光就當一個就光華日報。個光華去阿沙力王水關。而光華日報嘅總編輯過嚟東華。伊就拖我過嚟東華。我就做東華之後就去葉台山嘅東南日報。哦，東南。伊即學在一東本嘅。是。แล้ว東南之後再嚟新東灣。新東灣出在華屋唄。是。新東灣。แล้ว東江多時間不離開新東灣，家己去做一份一個江城日報。แล้ว江城日報做一個時間，我再多等嚟再做新東灣。แล้ว記者做的出嚟，你就做咩嘅？從所業嘅就去做新聞翻譯。做個太文報，到嘅一個東文報咧，就聘請直出一個太文報嘅記者，攞報新聞。你差唔多就有時拍電話來，有時你寫咗紙，你送嚟報館，我就負責就去譯咗新聞。然後一個多時間之後咧，家己出去找新聞，做外坑，我就從外坑做記者，到做採訪主任，到做總編輯，然後就到做社長，從報館所報嘅這樣左右，其實報館68年。包括劉直落大位之錯呀，你說是日傳播是知名位，出口成銷啊。因為我直生人咧，非常腦筋最大嘅喜愛，這個就是台字，後生嘅時候非常熱衷，跟我做嘢嘛。有時一本就到學校當學照啊，然後我就等來嘅時候坐電車就電車頂睇，睇嚟到出來食飯，頭食頭睇，然後睇到食飯後，上名稱無屋。直接睇到晚日天光去學校，到電車都再睇，直接睇去到學校，咁就睇了啦。差唔多睇1億左右嘅時間。